你屋企張梳化背後係咪對住走廊、大門或者窗？呢個喺風水上叫做寧靠山局。梳化係客廳嘅主陣，你背後無靠，代表事業上孤立無援。如果你係咁擺，無論你幾努力，關鍵時刻一定會俾人截胡。過橋抽板，身邊全部都係小人。梳化移唔到點算？教你3招極簡化解。第一，喺梳化背後加一個矮櫃，人造一個靠山出嚟。第二，如果連櫃都放唔落，喺梳化背後嘅牆掛一幅有山無水嘅風景畫，取其背後有靠之意。第三，喺梳化墊下邊偷偷地擺8個銅錢，穩住你嘅事業根基。呢個人造靠山局，好多大老闆都偷偷地用緊。今日免費分享俾你，想事業順風順水，即刻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：背後有靠，貴人扶持，接住呢波事業運。